前立法院长尤锡坤的办公室助理涉嫌做中国间谍泄露机密，检方认定违反国安法，判20万交付。缅甸大地震目前超过2700人死亡，联合国警告讲，即马当地包括食物、药啊，是各项拢欠。美国民主党参议员各位演讲超过25点钟破纪录，规篇拢是咧批评川普的关税政策，甲马斯克大财团。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世界通，我是陈志安。新闻一开始先看前立法院长尤锡坤的办公室助理盛楚英，即嘛是互人表出讲，自从2019年去到中国读册，就去到中国来吸收。这6年以来是一直咧偷摕立法院的机密文件去送互中国，检方是认定违反国安法，以20万来交保。这民进党嘛，伫咧事件发生了后，对党内全面清查。将按外头的查甫人盛楚英，捌担任前立法院长尤锡坤的办公室助理，互人亚公牵涉强调案，6年来向中共真侪解泄露立法院的机密文件，收几落百万。检调调查了后，认定盛楚英违反国安法，进前入定20万交保，采取电子监控。检调将后盛楚英2019年去中国读册，去互对方吸收做报马啊。国家伊较早伫立法院民进党团真熬交陪，伫真侪个立委办公室任职，包括尤锡坤、罗美玲、郭玉晴、柯志杰等人。尤锡坤伫册字表示，盛楚英2022年4月中告职，发现伊行为怪怪，较无1年都无过续聘。伊到尾也是担任罗美玲的助理。他在我办公室其实也只有几个月时间，我们也完全没有发现任何的这个异状。对，那我们目前还是整个都是状况外的。针对外界关心盛楚英敢有经手各方机密资料，罗美玲表示，伊敢若负责准备这份资料。民进党伫案件亚康了后进行全面清查，发现也是有立委的助理去澳门无通报，柯立杰证实是伊的前助理已经离职。针对本办同仁疑似赴澳泄密一事，办公室于日前发现其行为有异状，便已请其离职。若有违法，绝不宽待。共产党对台湾的渗透，那我们呼吁朝野所有政党应该要一起来支持相关法治的强化作业。针对立委助理强谍案，民进党表示支持司法侦办，呼吁调野强化台湾国安法制。不过，国民党批评强谍原来都伫本年时指控飞碟藏伫民进党的办公室。民进党一直在抓共谍，甚至不停的污指在野党的委员是通匪，是共匪立委，结果原来匪谍就在本能寺。知影化工检调爱查明泄露秘密严重程度，是不是有共犯结果？嘛要求总统赖清德对外说明。对这件代志，总统府回应无针对个案评论。不过任何人只要涉犯背弃国家、做出渗透还是统战行为，拢应该用上严厉的制裁。记者综合报道。过来看中国昨先雄雄宣布军演，调动军机军舰对四面八方围向台湾。今日是搁再宣布要伫咧台湾的中部、南部海峡操办海峡雷霆2025A 联合操演。这演练就包括经过区里甲哪吒口啊，那另外一路嘛伫咧东海进行实弹操演，模拟封锁重要港口甲能源的设施。咱国军嘛随发动战备操演。有查到中国军舰来13只，海警船来10只，各20座军机进入到咱的应变区。我是中华民国海军，你的行动已严重破坏台海区域和平、稳定及安全，蓄意制造事端。对于强南清了，海军舰艇伫台海前线来守护，空军战机也挂飞弹升空，陆军的军霸驾车机动部署到战术位置，国军一平随备战操演，连续2天反制中共对台发动军事演习。中共东部政区初一新展开联合演训，初二进行新大号演习，海峡雷霆2025A 操演，对台湾中部、南部海峡演练实施查证识别、警告驱离、拦截扣押。另外，也伫东海展开晚会实弹射击，模仿锁定重要港口、能源设施。新冠印太区域局势紧张。昨天跟今天名字不同，规模有没有什么不一样？我想我们刚刚的这个报告里面，大家或许可以看得出来一些差异，但我们所面对还有我们的应处的方式都是一样。
国防部长掌握强舰13只，结合海警船10只，加上宽翼轮，也有36架次强机，其中20架次进入应变区进行铺设地带清了，也演练封锁台湾。亚南山东号航艦编队8只，位于台湾东南海域大约190海里。中共释出歼15战机对航艦山东号的甲板升空执行演练，挑战意味真高。海警船沿岸通24海里连接区势力行，海军海巡通力合作，双船渔船务必定准临检，也正式宽翼轮有参与军演。的确有侦获到3艘疑似中共民兵船参与这次军演。也拿中共新建文山影片，战胜建立强谍案，斩击相关的退役中将高安国。退伍会主委严德发讲，中共对现役退役军人渗透手段真侪种，所以讲会甲强谍案做宣传教育，互退役军人提高警觉。记者综合报道。继续来关心缅甸的大地震发生到当时已经第6天啊，有超过2700人死亡，也有真侪人是下落不明。也即马除了灾情以外，这政府军也是继续咧空袭反抗军，灾民的处境即马是愈来愈艰难。联合国人员嘛警告讲，即马当地包括食物、药啊、甲用水是逐项拢欠。受灾上严重的曼德勒周边倒去的厝，也阁有救援队无用的情形，世界拢看到。也若个病院内底各种伤者病人，警察甲已经无够所在是开甲满。The needs are massive and they're rising by the hour. The window for life-saving response is closing, and across the affected areas, families are facing acute shortages of clean water, food, and medical supplies. And yet, the crisis is still unfolding. While we were there were multiple tremors that were continuing, and the search and rescue operations were ongoing. 地震除了互上千上万的民众无家可归，敢若因住伫街路上，也原本就已经不足的水电供应是更加无够。联合国人员指出，欠缺清洁水源，除了影响民众饮用水，也严重威胁人体健康。亲像脑透症，才会少水源污染离炭开的一边，也有天高热、肝炎、马拉利亚。拢会因为欠缺清洁水源甲医疗设施而继续一直炭。各国除了派遣救援队协助继续找新患者，也有医疗团队已经出发到当地。像日本国际协力机构 JICA 也调集医师甲护理师总共32人到灾区来协助抢救伤者，也有一个感染病的防治。我々も普通発災してすぐにですね行ける体制を整えますけれども、非常にミャンマーはなかなか難しい国でもあります。入国の許可とか、あと査証が取れるかとかですね、そういうこともいろいろあって、我々の出発も31日ということ、30日ということになりました。受灾除了缅甸，邻近的泰国也报道幸免。根据当地媒体报道，28地震迄天，邦国2栋90层楼高的大楼又较真严重，联络空桥也断水2节。如果当地韩国侨民宽永顺，当时正伫52楼的健身房运动，地震一来随拍算离开，要去找人伫隔壁大楼的家后，还佫走囝。空桥登记的迄时间已惊险跳过，随后甲家后走囝团圆，也真说地震灾情内底少数互人安慰的消息。公视新闻徐嘉玲编译。今仔因为地震，在泰国曼谷登咧起的新界大楼是规栋崩起，即马也阁有70外人是失踪的。这官方是已经考虑讲要动用重型机具直接来学。另外，针对开发公司中国中铁集局涉嫌以泰国人冠名来做股东，这调查局长嘛下令来马上处理。200ส่งคนไปทำทั้งหมดทีละท่อนแล้วให้500 100ชิ้น100ซุ้มแล้วก็ออกมาไว้ข้างล่างทีละท่อน大型机具开始入场，透过美军的扫描仪，会当看到也有70外人调在内底。目前所有行动以 A、B、C 3区为主，其中 B、C 2区较晏停车场人数恐会较侪。外口等待家属希望有好消息，政府甲民间单位也积极咧安搭。มาด้วยกันนี้ออกมาทันครับนี่ออกมาทันทำงานอยู่ชั้น5ชั้นตอนนั้นพี่อยู่ชั้น5พี่ก็เลยออกมาครับออกทางลานจอด
ฝั่งนั้นจอดมีความกังวลใจว่ามันเลย72 ชั่วโมงแล้วนะครับมันต้องเอากองจุดปูนออกให้หมดแล้วตอนนี้ครับต้องพ้นทั้งข้างบนออกย้ายเศษปูนออกให้หมดครับตอนนี้ครับกังวลตรงนี้ครับแต่ก็ยังมีความเชื่อมั่นอยู่ครับเรามาด้วยกันทั้งหมด11 ตัวครับ11 ตัวเหรอคะ ใช่ครับให้กำลังใจญาติของผู้ประสบภัยมาครับสแตนบายเพื่อที่จะเข้าอย่างต่อเนื่องแม้แต่เป็นประเทศที่ทุกคนกำลังเศร้าใจเวลาหนึ่งเล็กๆที่เขาไปให้รอยยิ้มกับเด็กๆเมื่อกี้ครับมีเด็กๆหลายคนอยู่ข้างในเขาเข้าไปเด็กๆก็ได้เล่นได้ยิ้มกับเขามันเป็นรอยยิ้มเวลาสั้นๆในเต็นท์นั้น不过最近替搜救犬捐钱、捐物件假大文愈来愈多，泰国政府就澄清，警方甲军队拢无接受也是征求相关的捐款，提醒民众莫受骗。根据万国商业新闻的报道，政府正在调查负责工程的中铁十局，警警局涉嫌以泰国人挂名入股，专案往司法程序进行，牵涉到外国人商业法、工业产品标准法，也有投标的罪刑法。特别调查局局长已经下令调案处理。公司新闻综合报道。2025大甲妈绕境进香，初时暗时的10点45分就准备要起驾，按算初5就要到彰化。然后为着避免搁再有大批人马甲角头冲出来抢救，这警方今年是搁再出动机动应变队大型来演练。初5这天，这彰化市区嘛有交通管制。两阵人互相抢渡，愈弯愈大声，用要拍起来。这时阵，警察出动，赶紧甲人隔开，避免发生冲突。2025年大甲妈了警，预计初5会行到彰化。过去彰化常在发生抢救的冲突，彰化县警察局今年搁再出动机动应变队，嘛进行维安演练。绕境期间特别成立机动应变队，主要的成员有本级的教官，还有特任小组。那共计42人。我们教官助教都具有跆拳跟柔道的专长。如果遇到冲突或是有任何违法事情的话，我们一定会使用公权力去制服这样。彰化县警察局表示，机动应变小组的成员拢有柔道、擒拿等等的技术。小组成立以来，无发生过了境冲突。经过评估，今年警察出动2558人，比去年减450人。另外，马祖桥到位的时，部分的路线也实施交通管制。4月5号，那大概下午左右，銮轿由这个大渡桥南端进入彰化市区。那我们的管制点是中山路到这个金马路这边南下的车道，我们封闭。根据镇南宫的统计，去年了境进香吸引正100万人参与，今年起价阁拄到清明连假，预计参与的人数可能会破纪录。警察局嘛提醒民众参香过程，请配合交通管制，尽量使替换道路，加利用大众运输。记者杨淑晴彰化报道。那讲到今年的清明假期，各地是好天出日。不过，那根据观光署的统计，这届咱国内旅游这饭店也是订不到5成。有学者就指出讲，即马网络订房间遮尔方便，也是有真侪人是临时才决定要找饭店的。这数字才会小看有较歹看。清明连假放4天，有人去陪忙，有人会出门佚佗。根据观光署3月26的统计，清明连假4月初3到4月初5这3天的订房率无到5成，干那4成7，而且比去年4成9搁较少。感觉算啊伤过晚的时阵，再来讲无咱住在家有再临时。我没有太多的规划，我就是走一步看一步。有观光系教授观察，伫即阵网络真方便的时代，现代人出门佚佗，就算要过暝，嘛不一定会先订饭店，所以政府统计资料和实际状况就有真差。订房工具变普遍了嘛，所以不会说要提早抢订房间了，所以应该是等假期结束再统计住宿率的时候，应该会再拉高一些。观光署即届统计出来订房率上悬的第一名是马祖，占66%。观光署解说，因为马祖即马是看那目屎的观光大街，加上有配合举办活动，才会成遮侪游客去行搭。也那气象署表示，清明连假这几天天气会小可回温，各地高温平均伫咧23度至28度，不过低温就干那11度至16度，早晚温差也是真凉冷。北部的话，明天的高温就可以来到在23度上下。那中南部的话，可以来到25度。那东部的话，大概有22、23。
也那落雨的部分，气象署表示4月初3和4月初4这2天，北部、中南部是出入的好天，敢若东半部会小可落雨，天气算真稳定。不过，若到4月初5到4月初6这2天，各地水汽增加，北部、东半部拢会落雨，中南部是云济乌阴的天气。记者查询林秀凯台北报道。继续来看今日国内重点消息。警政署宣布检举车手赏金5万，才第一天尔，这当时警察局就接到通报，讲看到人伫咧浪费 ATM 头前换真济张的卡，一直咧赌。那最后调查出来，确定就是车手，这面就是真有机会全国头一个领到奖金。台北捷运为着消套上下班的人阵，宣布伫咧台北车头加龙庄29站47条电楼梯，这速度拢要吹较紧的。那调整了后，按算每1分钟会当加起22个人。去咖啡店，真侪人拢唔是咧食咖啡的，为煞甲人一直拢占条条。这 Starbucks 嘛，今马出手要管大肆广告，讲离开座位若超过1点钟的，就要甲你的物件拢收起来，也是直接交予警察来处理。另外一间路易莎是强调绝对袂对人客安尼做。继续来看国际新闻，这川普按算伫咧台湾时间明仔载早起6点，就要宣布伊的全球对顶关税政策，而且是宣布了后是马上来实施。这影响的程度可比是恐惊影响到全世界自从二战以来整个自由贸易体系。即马全世界是拢当咧带咧等。And you will all find out in about 24 hours from now. 美国白宫证实，川普政府会伫台湾时间初3的透早6点宣布对全球各国对顶的关税，并且伫当时随生效。白宫发言人讲，即川普总统已经决定，敢若需要修正最后的细节。川普甲宣布关税迄天叫做解放日，表示美国袂搁再挖靠其他国家的商品，而且脱离伊认为无平等的贸易关系。像外界对着这波关税详细情形知影的真少，川普先讲这是对顶关税，这一般是以商品为基准来征收，随后伊佫讲以国家为征收的基准。财政部也暗示会对15个无知名的国家来扣特别悬的税率。川普是讲会影响所有国家，正各界讲法无同，连川普家己前后讲法也无同款。因若世界各国面对可能的关税冲击，拢真小心慎重来看待。互外界认为是首先受影响的欧盟甲加拿大拢讲已经准备好对策，必要时会推出报复的做法。We do not necessarily want to retaliate, but if it is necessary, we have a strong plan to retaliate, and we will use it. We will respond to additional measures. So we will put in place retaliatory measures if there are additional measures put against Canada tomorrow. 专家是分析，比关税冲击本身，市场对川普政府化变突变的行事风格是感觉真困扰。I think for the markets, the big issue here really is the uncertainty. I think markets would like to get it over and done with. Tell me what it is, let us adjust, and let us get on with it. 另外一条受到注意的新闻，就是川普已经宣布过25%汽车关税，也伫初3生效。这其中包含汽车零件甲成品。这预计会进一步影响美国广大的汽车制造商甲消费者，甚至可能让美国通货膨胀变得更加严重。国际新闻由派顺编译。再来看美国的民主党参议员布克3月31日伫咧国会是有一场破纪录的演说，是讲一路讲25点钟拢无停的。这规篇是拢咧批评川普甲马斯克联手违宪。为着这场演讲，布克嘛讲伊已经几啊天拢无食无啉，讲到最后已经是规身躯强要救筋。这场改写美国参议历史的演讲有25点钟过5分钟，比68年前参议员瑟蒙德创造的24点钟过18分纪录更加长。2020年捌竞选民主党内总统提名的纽泽西州参议员布克，伊伫议场讲到要大心开，批评川普甲马斯克。When Americans were hurting and looking up, where the resounding answer to this question was no. Are you better off economically than you were 71 days ago? 布克批评川普甲马斯克在替联邦雇员抵数超过10万人失业，高冻结已经批准的预算，并对盟友发起无的钱。最后几点钟，共和党人差不多拢离席，敢若剩民主党议员还搁伫旁场。Would the senator yield for a question? Chuck Schumer, it's the only time in my life I can tell you no. I just want to tell you a question. Do you know you have just broken the record? Do you know how proud this caucus is of you? Do you know how proud America is of you?
布克摕边仔的纸七目睭伫欢呼声中继续讲，到尾啊，最后阶段布克伊的声听得出来，讲甲后甜。It's not left or right, it's right or wrong. Let's get in good trouble. My friend, Madam President, I yield the floor. 规场演讲敢若伫接受提问的时阵小可暂停。另外55岁布克无食饭、无啉水、无去便所，甚至无坐落来。事后伊表示，家己其实有做万全的准备。So I fasted for days into it. I stopped drinking water a long time ago. I think that had good and bad benefits. I definitely started cramping up from lack of water. 不过，在这个时阵，马斯克主导的政府3项计划也是持续对卫生部开刀。这个菜园一边管制甲预防中心 CDC、食品甲药物管理局 FDA、甲国家卫生研究院 NIH， 至少要裁1万人。So this will be a painful period for HHS as we downsize from 82,000 full-time employees to around 62,000. 大地民众去亚特兰大 CDC 总部外口抗议，这个大菜园一定1年会为美国政府省18亿美金。克伦斯透露的有科学家、研究员甲医生，不少人是透过电子邮件收到通知，也是上班的时阵才发现门禁卡已经失效。即卖美国当地拄到出门的疫情，也有禽流感，安怎有效抗疫，也使得外界的烦恼。公司新闻洪如梅编译。冰岛的西南部昨早起先是连续咧地动了，附近的一座火山随着喷发。官方嘛警告讲，目前地动的状况是也未停止，火山嘛恐惊继续喷。另外，伫咧希腊是有一列岛是当咧扫大风雨，崩山断路，连救护车都浸伫咧水里。浓烟对涂骹冲出来，各位当看到红色的火光。冰岛的西南部一个火山的附近，伫当地时间初一透早是发生真接的地动活动。接落来，伫9点外正式喷发，官方已经要求附近一个渔村的居民较紧撤离。冰岛火山伫最近几年是喷发甲真接，敢若是伫首都雷克雅维克南部的地区，对2021年以来就发生过10摆。冰岛官方讲，这摆喷发只是开始，未来几天恐惊有搁较侪摆。The fact that seismicity, so intense seismicity, is still ongoing is a clear indication that the event is not over yet, overall. As such, what we are considering now is that while this seismicity continues, there is still possibility for new openings along the dike. 镜头搁转去南欧，希腊的帕罗斯岛落大水雨，造成一条溪是熊熊淹起来。本地是观光圣地小镇，车路一日啊，互土水淹起，甚至连救护车拢掉伫水内面。Έξω από το δημοτικό σχολείο δεν έχει ξανασυμβεί αυτό το πράγμα. Το ασθενοφόρο μάλλον θα το πάρει. Το πυροσβεστικό ακόμα στη θέση του, αλλά είμαστε οριακά. Δεν έχει ξανασυμβεί αυτό το πράγμα. 当局宣布附近几个岛市的学校是全面停课，而且要求民众踮伫厝内。目前官方搁伫统计死伤的人数。另外有媒体报道，已经有40台车互大水冲去。公司新闻由派准编译。新闻世界通，我是陈志刚，咱明仔载同一时间再会。